咱大家拢知影，讲这防疫爱挂嘴暗接洗手，也毋过台大公共卫生学院所表示讲，这室内的通风嘛是同款重要的。研究团队是去到幼儿园来监测空品，发现这上课2点钟过了，室内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超过标准，所以呼吁大家一定要重视室内的空气品质，互病毒莫拖遐紧。细汉囡仔我斗阵耍佚佗物仔，因伫幼儿园甲伊交朋友定定耍做伙。若拄好拄着流感的流行期，家长拢会真烦恼。伫幼儿园互相话着，搁话转去互厝内。挂喙暗接洗手是防疫的撇步。毋过台大公卫学院透过研究，提醒开窗仔互环境通风对防疫也真重要。研究团队针对有空气换气系统的幼儿园进行3个月的空气检测。发现教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伫上课2点钟了后会直直增加，定定超过一般正常值800 ppm。所以只要有人进来，它就通风量不足的话，它就马上冲到800。然后更夸张的是冲到1000哦，有趣的现象啊！礼拜1、礼拜2、礼拜3、礼拜4、礼拜5，你看随着一直叠上去，一直到休假才逐渐降下来。学者表示，用二氧化碳浓度来做指标，通知影一个空间的换气量敢有充足。另外，医师也表示，不管是 COVID-19、流感、麻疹，空气未流通，二氧化碳浓度较悬的时，病毒拢会传较紧。特别是伫幼儿园囡仔较侪教室无介大的情形下，医师建议会使透过检测二氧化碳浓度来调整环境的空气品质。可以对2氧化碳的浓度进行监测，因为这也是相对来说一个成本较低的，对风险能够有适当评估的方式了哈。那透过这样的评估，我们可以选择比较动态的去调整，比如说这个时候通风要不要再开强一点，好，或者这个时候人数要不要减少一点。医师也特别建议，若是会当安排一寡课程，互囡仔去到教室外活动，减少留伫室内的时间，也通增加教室的空气流通。另外，因为囡仔和时大拢是流感的高风险族群，建议教学场所、厝内甚至是办公室，拢通设立空气检测器，有意识了解环境的品质，也通降低儿童和家庭的感染风险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。